菲律宾国防部长伫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甲中国解放军的上校一句来一句去。中国方面是质疑菲律宾敢是美国伫亚洲的代理人呢？部长嘛批评讲，中国违背承诺，伫南海霸凌附近的国家。菲律宾国防部长提奥多罗找伊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下区安全联结会议，而且发表专题演说了后问答的时间，去有2个穿中国解放军军衫的人问讲，美国当咧卖搁较侪武器予菲律宾，而且要伫菲律宾设置搁较侪军事基地，敢会烦恼美国伫亚洲引起代理人的战争？抑个越南甲马来西亚拢甲中国有无共意见？不过这2国会当甲中国好好来处理。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嘛建议菲律宾爱甲中国展开对话。菲律宾敢会听伊的建议，改变面对南海纠纷的做法，或者是要继续做区域外口强权代理人。提奥多罗回应的时阵，先感谢因2个人用问问题形式来宣传，现场大家抱啊写是拍假。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declared that, quote, China must lead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oncept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unquote. However,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siders fair and just may stand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norms and values accept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smaller countries. To envision a China-led international order, we only need to look at how they treat their much smaller neighb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提奥多罗批评中国违背永远无要做老大、甲和平客气的承诺，伫南海欺负附近较细的国家。中国国防大学代表团并相请校长批评讲，提奥多罗的发言无代无志骂中国，是影响正人的想法，煽动对立，甲大部分的国家拒绝徛高平的想法完全无共款。中国是坚持反对，绝对袂接受。过去侪年来，中国甲菲律宾伫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一直有冲突。菲律宾政府指控中国的海警船甲菲律宾的渔民赶，袂互因讨海，抑阁让公务船牵起游弹。菲律宾伫美国的支持之下，伫几个海峡执行各种的行动，而且是有加无减。因为这届香格里拉对话已经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诚意强调中国的威胁，发表演说，态度嘛大正硬。中国除了甲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针对代表团持续去互攻击，嘛表达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